经过圣人的洗礼哈，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提升到金子。金子跟心好一不一样？金子的层次会更高一层。那心好就已经很好了，很可贵了。为什么要提升？因为心好还是六道的凡夫，还是六道的众生。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天王、天罗地网、天罗地网？心好，它的因果还在天罗地网里头，逃不出六道的轮回。所以我们今天进入道场，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提升到金子，希望逃离开生死轮回，逃离开这个天罗地网、天罗地网那一个小鸟一只小鸟，一整群小鸟在飞，有那个网跟它网罗住那个鸟的一生有没有完了？我们的生命在飞跃，我们生命每天都在照做啦。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鸟一样被天网、天罗地网网住，我们的生命不自由了，失去自由了。今天我们进入道场，就希望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到能够很自由。自由的生命是最自在的。小龙女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旁边有一个小龙女，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龙女？善财跟龙女。小龙女8岁8岁她就成道了，她8岁就已经成道我们几岁了所以我们已经老扣扣啦。所以我们要赶快求道来修道，不然我们真的已经太老了。孔夫子他说：“朝得道，夕死可矣。”早上得到了，晚上如果上天要我们回去，值得了啦。但是这个朝得道，夕死可矣，跟现在我们讲的朝得道，夕死可矣有没有一样差暗度，迄客人话讲差暗度啦，差多哪大啦。以前的修行人他修得很圆满，3000功800果圆满了，早上得到晚上回去了这辈子值得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早上求到了，晚上回去了，值不值得还不值得还没行功了愿所以要好好的把我们生命再重新洗涤一番。以前有一个老人家，他想说听说黄河的水不是黄澄澄的柔柔黄河的水如果清了必有圣人出了，会出圣人他就说好像耳闻最近几日黄河的水会清了，所以他就要去见圣人。他走到一个山野去了，山顶遐去遇到一群强盗，拄了一阵强盗就对啦。遇到一群强盗的当下，他不小心踩到一窝蚂蚁窝啦，把蚂蚁窝搭落去，有死规堆无？忏悔我怎么这么不小心？我这个心已经装满了诚心诚意，想好好来求道，看是否能够有那个福气，圣人来度我。怎么这么不小心踩到一窝蚂蚁窝？死了那么多，忏悔上天有好生之德啦。结果那个强盗头看到，喂，你踩那一窝蚂蚁窝算什么？来，你来看，那个山谷下，你来看一下，那是什么？猜是什么？一大堆的死人骨头怎么那么多的死人骨头？那都是我杀的你完了，
完了。啊，那个老人就跟那个强盗头说：啊，你完了，你完了，你要投胎那么多次哦，给人家杀哦，你的业才会了。啊，是哦。强盗头有没有佛性啊？他有灵性啊，他也有自信啊，他也有觉性，有觉性啊。你听到啊，是哦。啊，你要去哪里呀？哦，听说哈，黄河清必有圣人出啊，所以呢，我知道这几天黄河会清了，我要去求圣人度化我，仙人度化我。哦，是哦，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有什么事？我拜托你一个东西。你到了黄河，看到黄河清的那一个当下，麻烦你把那一个我拜托你这一包东西丢向黄河。哦，好好好。结果这个强盗头子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吗？就请他的手下把他的头张开来，包一包叫那个老人拿去。那个老人不晓得那是什么结果那个老人就到了黄河去了，等了几天，哎呀，黄河的水果然清了。咱跳水，咱了游水无哈？我们不会游泳那黄河清，听说圣人在里面，有圣人出，我们敢不敢跳下去，让圣人来度化我们？咱敢不？求道要有智慧呢，要有勇气呢，要智人勇呢。那个老人一辈子就等待着黄河清圣人来渡我。结果黄河清那一个刹那，伊无迄个勇气跳落去啦。但是知道这一包要把它丢下去，那一包丢下去那个强盗头子一整个灵性现前站在水面说：哎呀，你不是要来拜见圣人，要来求道吗？来呀来呀，黄河的水浊了啦。没有机会了啦。所以说，黄河滚滚天上来，流向大海就奔向大海，不复返嘛。大海的水是不是从天上来的？黄河的水是不是从天上来的？那个天上来的水，来到大海，来到黄河，它回得去吗？回得去吗？没路可以回去，找不到回家的路。诸位浅显大德，我们是从天上来的，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回得去吗？我们回得去吗？一般的凡夫俗子回不去要得道者才能够回去。所以我们今天求道，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成为有道之士，回到里天，回到天堂，回到天上去。我历史上有一位很伟大的祖师叫达摩祖师啦。达摩祖师到那个大陆，那就整天在面壁，在显山面壁。就神光知道第二代祖师知道有一位得道高僧他一直在显山面壁，他就要去求道。我们今天有一位要求道他要去求道，结果他就跪在那个大雪之下大风大雪之下跪了3天3夜，为了要求道。我们要不要丁宝是请我们来求道，在那个佛堂门外跪半个钟头，跪1个钟头，跪1天，谁要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不干了，我们不愿意，干嘛这么苦？人家圣人知道生死四大，生死是大代志呢。得了道，好好的修哇，是一个逍遥自在的自由人、自在人所以他就跪了3天3夜。达摩祖师知道了，跪了3天3夜，又诚心，结果就叫他起来，叫进来。他说：“你要来干什么？”我来求祖师度我你要得度你要去浊旁所谓
修行人有佩戴那个戒刀，一个要求道心经吼，那戒刀拿起来，把自己的左手有没有？啪切断，拿来供养。哎呦，祖师说我要你那一只手干什么？但是知道他的诚心，知道他求道心切，他知道生死四大的关系哈，所以啊，我说啊你到底要学什么道？没有啊，祖师啊，我的心不能安呐、啊。诸位浅显道的，咱的心有安无？真的哦，容易哦。我们如果每天都很心安哈，早上的心安，中午的心安，睡觉的心安，时时都心安，安尼甲咱容易啦。我们绝对不是平凡的人哈。说，哎呀，我的心不安呐、你的心不能安了。好，达摩祖师说，那你把你不安的心呐、拿给我看看。我们那个心拿得出来吗？啊，心是无形无相啊，拿不出来啊。说哦，祖师啊，寻心了不可得啊，我的心找不到啊，啊，我已经帮你安好了。安尼心安好啊，高智慧的人哈、他这样的心啊，他就得定了。说哦。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就是佛啦。我们的心安了，佛性觉悟了，不迷了，整个心灵啊就明亮了。修道可以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了知道的好处。一个迷的人经过修道，他会变好人。变金子，要修道很重要。法华经啊，法华经有位长者，他看到一个屋子啊，烧起了，火烧煮了，啊，一个火仔在烧了，那里头啊有10几个小朋友在那个火仔当中啊，火烧煮哈，烧个足厉害，那小朋友哈10几个在里面。啊，玩得不可开交，也不晓得要离开呀、那个佛啊，他是个长者，他看到哇，这怎么办啊？那个火都在烧了，屋子都烧到这样了，那些小朋友都不懂得出来，那怎么办呢？哎，那个房子啊，屋子的门哦，还小小的，不是像这个门那么可以打的哦2尺大、3尺大、4尺大，一开门可以出去几个人，那个门不行，那个门啊一打开啊，一次只能出1个人。所以佛啊，他就站在那个门外啊，拿着牛车的玩具，拿着羊车的玩具，拿着鹿车的玩具，说来，小朋友，你们赶快出来，这边有鹿车，这边有羊车，这边有牛车，有白牛车，你们赶快出来。所以小朋友才一个一个从那个门出来。诸位浅显大德，我们有没有从那个门出来？火在烧，佛他是一个智者，他讲的火在烧不是真的灰修出啦，是说无常啦。我们早上7点来到佛堂，现在9点半了，我们身体已经烧了2个半钟头了，老了啦，因为我们身体一直在烧，一直在烧。一直在燃烧，在无常里头一直老。那我们要在这个老到尽的过程当中，找一个可以安住的法，来修身养性，来提升自己。有一句话说：“贫莫贫于不知道。”一个人最穷哈，莫过于都是啥物拢唔捌听过。道理是什么？什么这
真切的道理啊，什么真理啊，人家到处在度化众生，但是从来都没有人去度他，那个是最贫穷。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接触到道，接触到真理，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改观的机会，我们生命就有改变的机会，往好的方面改变，往好的层次改变的机会。富莫富于蓄道德啦。一个人最富有，富有在哪里？不是像王永庆那么有钱，不是像郭台铭这么有钱，啊，那个是外在的富有。圣人的富有，佛的富有，菩萨的富有，富有在哪里？他的德性啊，他的身上充满了大爱，充满了爱，那个叫富有。我们今天追求的是生命的价值，生命，应该说，生命的寄托，应该寄托在道德的当下，咱生命的价值。有一句话说：“天不生仲尼呀，万古皆是长夜。”他说：“如果这个天地之间以前没有生了一个孔夫子啊，那个万古啊都是黑夜。我们这个天是黑夜白昼，黑夜白昼，对不对？啊，现在白天了，啊，到了晚上啊是黑夜，那黑夜过后又会白天，对不对？为什么要黑夜白天？人才可以活，万物才可以活。这个天地可以1个月没有白天吗？可以2个月没有白天吗？可以3个月没有白天吗？万物没有办法活下去，万物没有办法成熟。那意思说，在这天地之间，如果没有圣人的道理，我们众生的心都是黑夜的。这个天地不能住了，这个天地没有爱，这个天地没有德。所以孔夫子啊，他的子孙第72代叫孔德成，我们都听说哈。孔德成啊，早期啊，他到韩国去演讲，以前的首尔叫汉城，他到汉城去演讲。那韩国有一位农夫，他听说圣人的第72代的子孙要来韩国演讲哦，要来韩国的汉城演讲哦，他很兴奋，非常兴奋，他要去见圣人的子孙啊。但是我都没有钱怎么办？因为从乡下要到汉城首尔要坐飞机，所以他把他的田地卖掉一些啦卖掉一些，然后去买机票，为了要做什么？要见圣人的子孙。结果他的飞机飞到汉城的那个时间点误了开班的时间整个那个门都关了还有守卫守着。你要干什么？我要听孔德成先生讲述演讲了你超过时间了，这个门现在关了，不能进去了，不能进去了，拜托啦，我是卖了我的田地才有钱买飞机票，是这样来的。我听了感不感动？很感动呢。但是我不能做主了那我去问一问那个孔先生这个孔先生他说可能好，让他进来。当整个演讲结束之后孔德成先生再接见他。他看到孔德成先生他不是圣人呢，他是孔夫子第72代的子孙看到那个农夫看到孔德成，跪下去那个孔先生他穿着长袍长衫请登山就他跪下去把他的长衫拿来，叫那衫机起来
啥鱼尾哦，来闻一下。原来这是圣人的味道，圣人子孙啊，也有大家想想啊，从圣人的子孙去闻圣人的味道啊，闻得到吗？闻得到吗？闻不到。但是那个德性啊，竟然让他的子孙如此的沾光。哎，我们想不想让我们子孙沾光哈？哎呀，那个某某人修的真好哈！啊，你的阿公修的很好啊，你的阿嬷修的很好，好怀念他哦。类似这样哎，所以佛经他这样讲哈。佛啊哈，这是佛经里头讲的哈。佛有一次啊，在讲课，在讲道理，结果啊，他的得意的弟子叫阿那的，像10大弟子有神通第一，啊智慧第一，啊这个持戒第一，说法第一，论义第一，总共有10个第一哈。其中有一位神通第一的哈，在打瞌睡。我们可以不可以打瞌睡？我们打瞌睡没关系哈，因为我们上班很累哈，在家里很多事情要忙，很累没有关系。那以前佛多伟大，他讲课他的得意门生在打瞌睡。那佛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智者啊，他骂人用这样骂。我们骂人怎么骂？啊，你啊，我，然后3个字连在一起，对不对？还有5个字连在一起的。好，那佛骂人很斯文呐他说：堕堕何谓睡？罗斯半个类，1岁3000年，不知佛名字。他说：嘿，阿拉利，现在是上课的时间，你为什么在睡觉呢？你的灵性都给你睡着了，你的觉性不明啊。他说：你现在睡觉这个样子像什么？像海螺，像海狮，像海蚌，像海蛤之类，所有的芸芸众生海族类堕落的最深啦。咱若食菜食到一段期间去菜市有没有？闻到臭臭的味道受不了，尤其那个腥味一样受不了，因为它堕落很深就说你这个堕落太深了，像那个海族类这么的深1岁3000年了。你的生命都给你睡掉了，你的生命是要发光的，你的生命是要充满智慧的，你的生命是要充满价值的，你怎么把你的生命弄迷了呢？迷失掉了呢？还在人生的大梦中他说不知佛名字，睡到佛的名字都不知道了。我们认识佛吗？佛有几位？阿弥陀佛，认识吗？他叫无量光，他叫无量寿。我们有没有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的生命是无量光，我们的
生命是无量寿。那何以现在我们不能够无量光、无量寿？像那个滚滚黄河天上来的水回不去了，何以如此啊？我们迷了。那观世音菩萨也是佛，弥勒佛也是佛。那这里讲的佛是后学所点出来的那几位佛，是那佛，是你讲弥勒佛还是观世音佛，是如来佛是吗？他讲的是觉性。伊讲的是咱的觉性。说芸芸众生觉性，如果醒了，生命的亮点就不一样。所谓本迷摩尼为瓦砾，豁然自觉是珍珠。人的本迷失了，就好像那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掉到泥土里头去。那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掉到泥土里头，被什么？为什么？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会把摩尼宝珠误看为头丸对不对？瓦砾。那什么是本呢？良心我们良心如果不见了，我们的爱不见了，那我们的生命就不值钱。人间因为有爱才珍贵，生命因为有爱才可贵。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要充满了爱，这个人间才充满了温暖。所以我们的觉性要怎样？要让它活起来。我们的佛性要让它活起来。在四书论语里头有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勉而知之。有没有人一出生在人生的当中，没有人去点化他，他就会修道的？有没有？有。严姐佛他们看到生老病死就知道，哎呦，如果我们迷糊糊在人世间空过一生，那就在人生做了人生的大梦，那生命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罪业，充满了迷惑。咱若无修道，无听道理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信不信？信要信后学的女儿她在那个美商公司上班他们那个老板很厉害，非常厉害。好像郭台铭在夸奖他以前在大陆听说这个要很顶尖的什么人才能进到那个单位从小他的父亲打他打到那个整个龙骨那龙骨拢歪去，拢敢要断要断不断的那龙骨是是空更钉嘞。从小被打到那个全身现在衣服打开都是伤痕，所以他才会一直努力往上爬。他知道说这个人生要怎样？